啥物爱我一世人，害我感情破这重，痴情来对你了戆讲，如今才知一场空。早若会知，你会来变这款，嘛袂为你心茫茫。啊，啥人袂怨叹，心爱的人，装甲水水嫁别人。门一路新娘，青海江皮用人四秀，混战破坏路新娘，历经皮用人出击，路新娘闪开，四件皮用人准备伫要出击的时阵，乱世闪光人出现。什么人敢伤害我的未婚妻？好，这闪光人，众兄弟啊，看闪光人的面子吧。嘿，哦嘿。吕伯君对杀5人头的。5人头的电对速度的飞行，走进暹罗门路。暹罗门之师哥哥听着，喊你3天内将5人头抓到向东水楼台，否则暹罗门会变成黑地。阿弥陀，现在，吕伯君的话你听有清楚吗？有啊，但是我唔免等3天啦，我即马特别溜啊。等下，你若溜，我暹罗门会受作用啊！你千万都唔通走。阿弥陀佛。哎，你这个和尚讲的嘛真笑亏，你唔着叫我踮这个所在等候死就对，嘿，我无要陪你哦，拜拜。哎呀！劫数难逃啊！阿弥陀佛。万毒妖妇吕伯君，你害死姻缘，我要报仇！吕伯君，赶紧出来送死！我要报仇啦！吕伯君妖妇出来送死，我要报仇啦！段强人，你冷静吧。吕伯君是你的温情人啊，你冷静想看卖咧。阴命秀才，你唔是拜托多明去，叫我倒来甲吕伯君成亲吗？无错。吕伯君对你好感，什么？对我好感？坦白说，吕伯君已经爱着你了，所以才害死我的未婚妻茵茵吗？你误会啦！吕伯君莫害死你的未婚妻呢，伊是万教的首领，伊是明女人，伊无可能会害死茵茵才对啊！因为伊嫉妒我爱茵茵。伊生得真恰实，伊绝对是比茵茵较歹，所以为着要得到我，才害死茵茵。伊是毒妇，伊是阴喷。住口！你破口骂人，有失你的人格，你无应该藐视吕伯君啊！阴命秀才，你是读册人，难道你了解吕伯君吗？这我一无所知，相信有一天你会了解伊的身世才对。天兵，叫我段强人就好。关于段强人心情紊乱，你必须安慰他。我离开咯。
断肠人，因因既死不能复生，悲伤损身，自毁身体，无这意思。因因怎样犯先天性的戏路？因因怎样无代无志的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卢伯君的罗关图叫我到这个向东水楼台去见因因？无过一刻伊就死，明明是卢伯君害死因因。婉儿，你可知情卢伯君住在什么所在吗？我唔知影啦。卢伯君，你住在哪里啊？卢伯君，毒妇，你在哪里啊？稍等咧。洪武断肠人因为因因之死，废室绝面，情绪紊乱。日本夜敌要找吕伯君，第二身染重病。天真浪漫的婉儿，到山间的所在采药医治的伤痕，无微不至。朱婉儿因为深爱断肠人，想得要放弃流浪的生活路。婉儿参见爹亲。哦吼，游子回乡路。婉儿啊，你离家出走江湖，得到什么呢？爹亲，不孝女得到武功之外，得到几位好朋友啊！查某囡仔人交朋友才着小心嘛。阿爹，我甲你介绍一个，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叫做天斌啦。洪武断肠人啊？啥？哦，你是洪武断肠人？哎呀，久仰久仰！相信你是内行人。到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哦，我阿爹真真正正是内行人呢。这个河北地界吼，人称伊是金病大刀。哦，迄是我的前夫啦。以前是开这个万安镖局，伊是镖主哦。前辈威名四部啊！哎呀，好汉不谈当年勇，英雄确实出少年。爹，我兄长哪会无看？啊，就自旧年去参加京口双美会节啦。希望兄长能考中武状元啊！这位壮士初次拜下，按老友东办初熬保守，甲壮士洗洗尘啊，不敢费神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阮阿爹吼一向拢嘛真疼惜出外人呢。前辈何情断肠人引怀我中，这是略表寸意。断肠人啊，你看我的小女如何呢？哦。婉儿待人处事真好，尤其对我断肠人特别好啊！相信你是内行人，相逢恨晚啊！你拢少年人，为什么会讲相逢恨晚呢？青梅竹马因因被人害死。哎呀，这江湖恩恩怨怨就是安尼，所以我对这个江湖的饭，自36岁就收起来咯。老朽也希望讲你将这个江湖饭早日收卡洗手啊！因因之死不是手杀，是警杀啦！啊，警杀！我敢若亲像犯着活鬼缠身。如果恋爱与我结亲，恐有不良的后果。安啦安啦，我的女儿，呵呵，伊未甲人谈过恋爱，而且呢，伊对你情窦初开啊！前辈，我是最无希望的男人。受痛足惊啊！你现在心情我是了解啦，但是老友有苦口之言，望无见过，请多吉祥吧。我拄仔讲过啊，少年时候我保镖生活，东喷西砣，在人世间感受良多，所以我36岁就洗手咯。指望你及时洗手，我的产产有100多家，生活真富足，也敢若一对的儿女而已啦。3年前我的查某老爷在去世时阵，伊就甲我交代。讲我的查某囝一定都要招一个好女婿，唉，好囝婿亲像加添一个囝。如果你若互我做囝婿，咱老朽就高枕无忧咯。前辈的爱意我心领，可惜我无打算要搁再娶啦。阿爹喂，我唔是理想的人啦。婉儿啊，婉儿啊，哎呀，真是令人担忧啊！我去甲伊追回就是。
日乱断枪人的朱婉儿，恼羞成怒，骑马狂奔路。断枪人随后急追。奴才，奴才到哪里去？等你！哟！哈哈哈哈！奴才，你个偷看妹，你要走哪里去？小狗，你赔得上呀！朋友，你生做魁梧汉大，被查某囡仔打败，什么体统啊？哼，这个是头尾贼啊！赶紧帮助我抓来见官吗？头尾贼，你无人为贼，一只官司哦，有所不知啊！这只马是我自家的宝马，就是我的爹亲的坐骑。你阿爹死岁，金病大都朱婉啊！哦，迄个就是朱婉的女儿朱婉儿啦。哈？朱婉儿？你敢是我的小妹朱婉儿？你想？朱平啊？兄长，贤妹，兄长啊！贤妹，天色昏暗，所以看袂清楚。数年来，你也变得真漂亮了哈。兄长，你有受伤无？小可代志，无要紧啦。爹亲讲，你上京赴考，敢毋是？考中状元是无？状元落地啦。你种功夫，难怪讲你状元会落地啦。但是我考中举人啊。举人嘛是袂歹。恭喜你考中举人。婉儿，这位是？这啥人？这我袂晓讲啦。袂晓讲。哦，我知，原来是我的妹婿哈，歹势歹势，这。阿爹伫家伫咧盼望，赶紧转来去嘛。好啊，转来去啊，哼，阮兜加一个人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天斌啊，当我囝叫错，你也都错收啦哈。老朽再三甲你恳求，希望你接受吧。多谢前辈之不弃，安尼算下去我现赛，泰山大人就满背1败啊。算上今日比赛，球星天兵相公，婉儿娘囝，真好真好，选一个良时节日东拜天地。多谢泰山大人。断枪人甲朱婉儿举行婚礼，同时吕伯君出现咯。虽然是一个美满的良宵，断枪人仍然为了因缘而忧伤断枪了。天兵，你为什么愁眉不展吗？我真对不起因缘。为什么呢？因缘被人害死，到现在真香伤眉早出，冤仇未报。我却贪恋荣华，一味娇娘。我真是一个狼心狗行之辈啊！天兵，叫我断枪人。断枪人，你要查出真相，恐怕是真困难啊。无论怎样的困难，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，否则因缘死也不瞑目啊！一切都是我的师表做的。哈，你的师表？你的师表是谁？我的师表会做这个代志，可能是为着我吧。你的师表是谁？你的师表是谁？讲啊！我的师表就是吕伯君啊。吕伯君，你莫生气啦！我的师表以前对我讲起，讲你生做英俊潇洒、英雄气概。自因缘死了后，伊就命令我接受你啊。你的师表会命令你跟我结婚吗？无啦，伊并无讲这个代志，是我自己爱着你的。吕伯君这个毒妇啊！婉儿，吕伯君住在哪里？我唔知影。你怎样拜为师呢？伊伫咧教我功夫的时阵，拢是伫白沙溪。白沙溪西岸的所在有18个石人，
用招人传授我的武功啦。伊甲我见面的时阵，宛然敢若亲像面梦，朦朦渺渺，隐隐现现。这几年来，我一直怀疑我的师表，敢若亲像鬼魂，毋是人。是一个女魔鬼，一个害人精。女仆官出没的地点呢？伊伫什么所在出没？伫松岭白沙溪向东水楼台后面有一个石穴，有一处我突然间发现伊将这个石穴爬出来啊！婉儿，你赶紧带我去，赶紧带我去探石穴啦！你莫心急啦，今仔日这款日子，咱若是离开家庭，对我的爹亲甲兄长是要如何交代呢？对啊，唔通让家父担心。好，3天后，你带我去探这个石穴吧。好啦，天色将明咯。良宵已到啊！光阴如箭，日月之所经过3天，自婉儿未暂提起探石穴之事。这个时阵，段强人流失而去咯。成功失败，永远痛。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高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相信你是内行人。男子汉不惊困难，信心十足爬过难关。不免对我百般刁难，因为我是男子汉。成功失败，你免去怨叹，名声着爱高赞。人命运袂当同款，相信你是内行人。段强人唔通伤心过头，因因死了后，你有一个自婉儿做你的安慰者，天涯何处不芳草呢？读册人，你伫咧讽刺我？唔是讽刺，为安怎婉儿乃无甲你斗阵啊？读册人话太多，真烦。段强人要独探向东水楼台的石穴，因命秀才准备要行动。这个时阵，多明客出现。这时你就是太阳，你也不能永久霸占日正当中的天空。这时你就是神，你也不能爱全宇宙的信徒只能跪在你的面前。渺小愚昧的人类，竟常常出现一种暴君，妄想用一只手挥鞭，用一只手握所有同类滚上的事，妄想把整个宇宙当作鸡卵一口独吞。多明客，你的话太多，真烦啊！真是一个恐怖人物啊！阿爹喂，天兵走起来了，啊，走去倒位？我要去探水楼台的石穴啦。阿爹，我当婉儿来去帮助天兵，恁都要小心嘛，爱小心嘛，
遵命，遵命。披风林素秀在靖海疆外太平。听着，速速收拾多名客，不得有误。遵命，遵命啊！鲁国军这边大破暹罗门，暹罗门的武果当王师傅倾力应付。春花秋，秋花春，春秋花，秋春花，花春秋，花秋春，春花秋，秋春花。花天啊，乱春花香的香春花，迄拢无法换啦。是安怎无法抓？人迄阮师傅叫我吼，迄音爱念好准，啊字爱写好正呢。哈，我你讲啦，迄人迄读书人哦，有迄先天。啊，你也是武功的先天，伫遮读书读到尾啊吼，你会愈读愈生。要无要安怎？啊，无要安怎？我甲你讲啦，若论现代武林就牛啦吼，迄顶辈莫讲啦，是讲下辈你功夫同伊无哩啦，迄东亚人也输你啦，啊罗明兄也输你啦。我甲你讲，大汉诶，你若我当人拍倒险公人，啊想什么呢？迎海疆迄个四个皮用你无？东亚人也好啦，罗明兄鲁新荣，我来拜你做师傅了。哦，安尼啊，牛啊！嘿，你讲来我真下输呢，要若下输咱就赢我，好行。呀呵，嘿呵，呀杀！多名客为了性命被用人困阵，伊的命在旦夕之危咯。另外这边断肠人独探招血，苏万义当朱平两兄妹在外面望眼将穿，紧张！断肠人会当探出吕布军的真